师弟，我们来看你了。哎，你现在不宜下床，你还是倚在床上吧。啊，穆师弟，你快再给他看看。穆清芳，苍穹12峰千草峰峰主。沈师兄，师兄，且让我来把个脉。有劳穆师弟了。所以我这毒真的是无可解了。虽无可解，但只要每月持续服用这4味药材，还可以抑制毒性。再和一名灵力高强者合力运功，让他助你灵力如常运转，当无大碍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师兄今后很有可能会发生灵力滞涩的情况，万一遇见敌手，恐怕……多谢穆师弟。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该下山。师兄言重了，仙盟大会兹事体大，师兄怎可不到场？不，都怪我，医术不精，不能根治师兄。不关你事啊！都怪我，身为一门之主，却没有好好戒备。不，这个跟掌门师兄你……是和清风自诩为名医，却救不了青丘师兄，责任还是在我。此事不可为12峰主之外的人所知。魔族的事，师弟莫要担心了，只管好好休息。师兄处理完之后再来看你。苍穹各峰同气连枝，像一家子一样。那个原装沈清秋为什么就不懂得珍惜呢？你真的不是冒充的沈清秋吗？师弟何出此言呢？当初在灵犀洞中你救我，已是匪夷所思。这次魔界偷袭，你又为救门下一名籍籍无名的弟子险些丧命，中毒至深，以致损及灵力。可你非但没有气急败坏，反却安然处之。这些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奇怪，唯独换做你，就乱套了。若非你身上没有鬼气，我一定会怀疑你被夺舍了。明帆，给你柳青哥师伯换壶热茶。好嘞。你说骆宾河籍籍无名，那也只是现在罢了。你的徒弟根骨的确上佳，可这样资质的，每年各大门派挑出来的也不在少数。最后真正能够出类拔萃的，常常万中无一。相信我，我这徒弟日后必有所成。望柳师弟有机会能多多提携教导一下他。哼，你怎么还在这儿磨蹭啊？那儿还有好多活没看见呀，非要我说你才知道吗？师兄，你什么你？没看见那些柴都不够了吗？快去砍！我不说，那你就不会把水打了吗？啊？这水不新鲜了，重打，统统重打。那师兄还有其他的吩咐吗？没了。这都是师尊给我的历练。哼，这个臭小子，真不知道师尊看上他哪一点？什么必有所成，出类拔萃？我呸！就算师尊被这臭小子灌了迷魂汤，柳师叔也不会教导他的，还提携，想都别想！